大家健康，日團建節講節家啲，除了個羅馬書10-11節咁樣講，因為到呢個經書講係每人相信佢唔會得到勝利，而是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即間唔會失敗，也唔會得到唔好嘅路，每人相信佢得到永遠嘅生命嘅意思。羅馬10-12節樣講到，因為到冇分別猶太人、猶太人都好，阿美中人都好，意思攏種人世間裏的冇分別在上帝嘅裏面，因為到理解上帝都係攏種人嘅上帝，佢安撫本攏種人世嘅，攏種人希望對佢嘅都得到一個恩典，攏種人世嘅求佢。得到上帝嘅福嘅意思。嗱，羅馬10-13節有人講，係咪人相信禱告嘅上帝、謝上帝、求上帝，相信佢係一個救主，切家得救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嗱，兄弟姊妹們，理解上帝，全係人類嘅上帝，冇分別你乜嘅人都好，攏總阿撒安到人世間裏的相信佢。世嘅切家唔會得到失敗，切家得到永遠嘅生命，所以理解上帝，切家係説到嚟，一對錯天錯地嘅上帝來了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都按照耶穌基督3日因後嘅復活，為了乜嘅呢？隆重嘅做一切，就係格切家罪惡達到嘅方面，佢格家脱hết，佢原諒切家從罪惡達到，佢格家問。在十字架嘅，明明自家係定受苦，自家係定處罰，對於啲罪惡嘅方面，佢嚟到世間，隔自家問過幾冇罪嚟擔自家嘅罪，正向解決人類嘅罪，係世間嘅，所以嘅經節講，理解上帝安撫本攏種人相信佢嘅，每人相信佢得到永遠嘅生命，用嘴裏信任，心裏相信。耶穌基督係一救主係上帝，即刻出得到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